来看立法院去年修财违法，要求中央提拨将近4000亿予地方分配，也毋过法案中计算的公式却错误，造成有真侪地方政府的财源无增加，颠倒是减少。昨台中市长罗秀燕号召在野党15个县市长，是呼吁中央放下屠刀，毋通阁想要透过补助地方来修理县市政府。罗总统伫早起冇回应。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。卓荣泰院长在礼拜六将分批约见所有的县市长，财力比较好、资源已经分配比较多的县市，应该要放下，要照顾资源比较少的县市，这样的话才有办法讨论出一个好的结果来。如果有好的结果，对社会来讲是好的，我相信人民一定会支持，我也会支持。看总统说屠刀一直不在民进党手上。谢谢市长，你觉得屠刀在哪个手上呢？罗总统嘛强调讲，新版的财违法问题毋那是公式毋对，造成300多亿无法度分配，冇分配当头轻的问题。南部的县市摕到较少的钱，总统嘛呼吁中央甲地方搁再参详，找出解决的办法。